后来今年520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无像往年安尼大规模来举办。总统府发出着邀请函，国民党方面包括主席江启臣、前总统马英九拢无要参加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讲要咧考虑，若台北市长郭文哲、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拢已经决定要来参加咯。520总统就职正式，国民党搁再开记者会，炮轰蔡总统施政。党主席江启臣原本9月参加就职典礼，后来决定不爱去。民进党或者是蔡总统，并没有在追求朝野的和谐，所以这个江主席不出席。前总统马英九同款拒绝出席，讲蔡总统4当落来无做到总统应该做的代志。国民党6党首长方面面临罢免案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在考虑中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会当参加就参加，但是市政优先。台中市长卢秀燕有行程无法度参加。最近公开行程比较较少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有收到邀请函，市府表示520就职典礼是国家大事，郭文哲会照例出席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嘛来参加。520就职典礼到底要去也是唔去，知影定赢拢有家己拍算。